讲到这比吉犬呢，有2届跳出车窗，甲人夹着伤，引起关注。今仔动保处去甲这去到主人兜，甲狗仔带走，会等这狗仔情绪稳定了后，再来评估讲，敢要开放互人来领养。不过，外界也质疑讲呢，这动保处虽然无伫咧一开始夹人的时阵，就甲主人开罚单，一直到第2届才有动作。这三法局表示讲，已经有重新检讨啊。 甲挂喙笼防止伤人，彼得犬落去2届跳车窗加伤人。动保处人员去饲主主体甲狗仔载走，送去动保处本部关伫独立的狗笼没收。后续听候狗仔情绪稳定了后，经过评估，才会开放民众认养。不过认养人的条件必须是要有饲彼得犬的经验，安排在一个独立的一个笼舍里面来进行收养。如果最终有合适的对象的话，那会安排这只比特犬重新找到新的饲主，原饲主是不能够再领养。不过，即马传出有台北市议员伫超案讲情，唔知地属台北市动保处反应较慢，让真侪工才有采发的动作。对这件代志，台北市三法局表示，初步向动保处确认的时阵，动保处表示并无这个情形。 后续会阁进一步查清楚确认，嘛已经随要求动保处检讨采罚甲作业天数，预定1礼拜内完成检讨报告。 财政局已经开罚，最重是15万的，以及第一次裁罚就是20万，而且会将攻击性的犬只拨入。金万安表示，已经要求动保处一定要对饲彼得犬的人加强安全教育甲安全措施。兽医师提醒，彼得犬会加正严，万一互彼得犬攻击，千万唔通用拍，因为有可能致使彼得犬愈加愈大力。建议利用树蛙等物件转移注意力，甲伊的喙撬开。 比特犬它们的咬合力非常的强，它其实是一般狗的好几倍的咬合力。越打它或是越踢它的话，它其实会咬得越用力，越怕它的猎物跑掉。那像树枝这样的东西，直接塞到它嘴巴跟你咬合的那个中间的地方，尽量把它敲开来。彼得犬2届为汽车顶家己开窗仔跳车，加上骑机车人，引起社会议论。不过有网友提出质疑，饲主甲狗仔牵上车的时阵，后座的车窗开关无作用，软入驾驶座才甲车窗关起来。认为饲主讲彼得犬去卡到车窗的开关，这个讲法疑点真济，详细原因也有待后续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